唔少同運人士話，同性戀者喺社會受到歧視，要求政府訂立性傾向歧視條例嚟保護佢哋。其實喺香港，應該以立法嚟規管嘅歧視問題係絕無僅有嘅。相反，對同運議程有唔同意見嘅人就受到唔少嘅歧視，而比較嚴重嘅就係同運團體衝擊嗰啲同佢哋意見唔同嘅組織。過去10幾年，香港有幾次同運團體用言語同埋暴力傷害同性戀意見者嘅事件。2003年8月10日，天主教會香港教區喺公教報刊登文章，表示唔認同同性婚姻同同性配偶領養細路。8月17日，8個彩虹行動成員聲稱受到天主教打壓，先喺天主教香港教區嘅主教堂外面派發一份叫做陳日君你嘅良心喺邊度嘅傳單。然之後有6個人喺彌撒進行期間衝入教堂嘅祭壇，不斷大嗌神愛世人，唔會歧視同志婚姻。陳日君冇良心，打壓同志社群。因為情況唔受控制，彌撒被迫中斷大約7至8分鐘。其他成員離開嗰陣，其中有2個女同志更加一邊走一邊錫。香港作為一個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同集會結社自由嘅地方，天主教教區喺自己嘅刊物發表同教廷立場一致嘅文章，有咩問題呢？即使同運團體唔滿意，都應該用文明理性嘅方式約見教區，而唔係夾硬走入教堂騷擾聚會，咁樣只會妨礙雙方嘅信任同溝通。2005年4月10號，香港女同盟會、香港彩虹行動總共10幾個成員，因為唔滿意漁林書店唔俾佢哋喺店裏邊擺放一本女同性戀嘅小冊子，叫做《他們的旅程印記》，突然闖入書店，宣讀聲明，要求書店俾地方佢哋擺嗰本書。書店負責人解釋，老闆係基督徒，認為唔適宜擺嗰批小冊子，而且書店有自由選擇擺乜嘢刊物，絕對冇歧視同性戀者。佢又多次指出嗰度係私人地方，叫佢哋離開。但係同運團體嘅成員冇理會，仲同啲顧客做問卷調查，情況好混亂，唔少顧客都離開咗。最後書店負責人話要報警，對方先至肯離開。事後立法會張超雄嘅議員批評書店負責人係無知同埋歧視，而劉慧卿議員就呼籲書店應該用開放嘅態度嚟接納嗰本小冊子，希望大家能夠互相尊重。佢哋2個又促請政府盡快訂立性傾向歧視法。其實書店唔擺放宣揚同性戀嘅小冊子係佢嘅良心同營商自由，並唔係歧視。而且嗰本小冊子嘅內容非常有爭議性，內容大膽露骨。同運團體同2個議員唔尊重書店嘅營商自主權，就係逆向歧視。一旦訂立性傾向歧視法，所有書店都會被迫擺放宣揚同性戀嘅書刊，如果唔係就違反條例對服務提供嘅規管。估唔到嘅係，過咗超過10年後，漁林書店嘅翻版又再出現啦。喺2016年1月平機會發表嘅報告，竟然係將一間書店拒絕擺放一個 LGBT 組織嘅宣傳單張當做歧視行為。一個多元共融嘅社會，唔係應該容許人對性道德有唔同睇法咩？點解對於富爭議性嘅同性戀行為，只可以贊成，唔可以反對呢？2011年4月15日，有7、8個同運團體嘅成員帶住寫上「電光明結業，不再恐同」嘅花牌，強行衝入明光社嘅辦公室，佔據課室，騷擾準備參加性教育教師課程嘅學員，強迫學員聽佢哋嘅宣傳，足足搞咗超過半個鐘。明光社職員同埋大廈保安員一直勸佢哋離開，但係佢哋都完全唔理，最後要警方嚟到佢哋先至肯離開。事件中有明光社職員同埋大廈保安員受傷。當日嘅性教育教師訓練課程主題係青少年的性與愛，其中一位講員係精神科醫生康桂華，佢講嘅題目係同性戀的形成，從醫學角度探討青少年心性發展的特點及影響。同運團體嘅衝擊行動明顯係針對佢。
事發之後5日，同運團體發出公開信，話抗議行動係阻止傳播恐同知識。但係從訓練課程嘅錄影嚟睇，康醫生只係從醫學角度探討同性戀，根本冇傳播恐同知識。我哋再次睇到同運團體蠻不講理嘅一面。2016年3月，彩虹行動因為唔滿意湯漢樞機呼籲教徒喺區議會同各級選舉入邊要考慮候選人同佢哋所屬政黨對家庭同婚姻以及對性傾向歧視條例嘅立場，作為選舉議員嘅其中一個重要指標。所以喺3月13日，趁住教區屬下嘅聖尤達堂舉辦一個同同性戀同性傾向歧視有關嘅論壇嗰陣，衝擊教堂。10幾個背脊貼住停止歧視公開對話標語嘅彩虹行動成員，最初喺教堂外面派發傳單，促請宗教界對性傾向歧視立法同同志團體對話。但喺論壇開始後冇幾耐，佢哋突然拉開門口嘅台，強行進入會場，要求同在場人士討論性傾向歧視立法問題。主辦單位成員築成人鏈，阻止請願人士進入。雙方推撞，後嚟示威者成功闖入一個禮堂。雙方爭拗活動係唔係應該向公眾開放？主辦單位最後報警求助，又宣布腰斬論壇。直到警方到場之後，彩虹行動成員先至肯散去。第二日，彩虹行動發電郵俾教區，邀請教區同佢哋就性傾向歧視立法公開對話。1個月之後，教區回覆佢哋，拒絕佢哋嘅要求。除咗以上事件，性傾向條例家校關注組亦都有個成員曾經公開發表佢對同運同埋性傾向條例嘅意見而被襲擊。佢喺2014年6月14號參加咗中大性別研究中心主辦嘅性傾向、性別認同同埋雙性人身份點線面工作坊。佢只係和平咁樣表達佢嘅意見，就俾2個跨性別人士咒罵佢，向佢掟電話、吐口水、撕爛佢嘅衣袖同埋搲傷。喺呢度短片開始嘅時候，我係曾經講過，喺呢個社會上應該以立法規管嘅性傾向歧視問題其實係唔存在嘅。反而以上嘅衝擊事件證明咗喺香港對唔認同同性戀嘅人嘅歧視唔可以話唔嚴重。要解決呢個問題，除咗同運人士應該反省一下佢哋嘅做法之外，政府亦應該多啲教育公眾，鼓勵唔同意見嘅人，尤其係同運人士，多啲尊重支持家庭價值嘅人，一齊創造一個和諧共融嘅社會。